因无我真正病，无上苦无我真正病。and then 看有三项，伊正是那是这个人日暝点点有节贤，今日以来出世，伊有这个福气。通得到立团，这个立团家己扶起可以看到。这个若是讲前时做无够业，伊即时坐善，安怎坐不落？伊未成功，特别未成功，唔使激心，因为虾米事？因为这个人若是讲伊坐了啊，到家伊会看到无上苦无我，伊这个人 guarantee 后世是天顶。了伊若逐日暝直坐善，伊出世红光是红光，特别是日暝坐善，伊无。对这个仙女啦、快乐音乐啦，伊无，伊日暝拼坐善。今日到伫天顶啊，真正坐红光，伊人叫阿里亚德瓦，阿里亚德瓦是啥物？坐了一个2个落下的红光，是真正坐到伫天顶。3 millions of them， 这个是佛教点声，佛有伫世间的点声，这红光，甲了到伫这个世间做在地人，有诶做和尚，坐善看到1个2个拢总出世伫天顶，较悬的天顶。Brahma 3个月真正坐 ，and then 啊1个2个分有，今日人若是会坐甲看到无上苦无我，治了后出世做红光，朋友甲了是这阿里亚红光，了人讲交叉着朋友，真正快要跳出高海，所以我若是讲你人有影爱学这个坐善。来坐善的暗，还是讲弥陀是我人逐个得家。所以第3项坐善，第4项爱尊敬最价值的人 ，respect the worthy ones。最是价值的人，佛要道地，and 这在地人伫受八戒。所以今日我知路人这边200几人伫受八戒。有的人无来受八戒，特别会晓保持这受八戒的人，这个我讲大的杀徒个路人，你这个就是讲你对这个尊敬价值的人 ，respecting the worthy ones。了人唔通想讲，我人受5戒无罪在来，你人若是受这个5戒真正庄严，你本是叫做 worthy ones。价值的人，有戒的人，所以这个第4项，咱要讲这个respect worthy ones，这是第4项。第5项，咱要讲 ministering to the worthy ones。ministering 就是要教、要对、要看伊人，像咱的这 worthy ones 啊，看伊人欠用虾米，斗骹手伊人。这个我可能是讲上济，他听人讲我伫propaganda啦，我家己伫演讲，我家己伫演请假释啊，然后特别这个佛的假是教桑卡4项呢，伊人会食，伊人会穿，伊人会大，and 伊人发病药。出家人正式是爱这个4项，若是讲啊，你要保持这个4项，就是讲你有教这个第5项 ，ministering to the worthy ones， 去关顾这个价值的人。佛无治了，但是佛无治，有的人不保持做当官，喺啲佛的面前，这个本是一个好，这个想讲啊，心讲啊，我要尊敬佛世尊。这个有这个心想到佛，这个就是讲清气的心。whether 有佛来食无来食，卖拍插，唔使讲坐讲无影无食，你人做这个物件。然后有的你看，这写做一条故事，伊会佛离开世间了这伊人跳只舍利珠，了起一个塔，了人保持做虾米物件，伊会也花也香水。要做一个当官物件，也去喺啲佛面前，要大部人笑，嘿，死骨头落去也这个物件，伊都无食无虾米无起来，所以笑这个物件。特别你看本来这个查某死天顶，要大部人做恶鬼，无做这项，伊是笑这个物件，无相信这个 ministering to the worthy ones。这个某是想哇，这个看
佛是无了，但是这个是啥？伊沙利珠来，我做上啊伊有地，心一直跪拜点啥？是讲上到佛有地安尼，有食无食袂要紧，心清气，一点会讲了 consciousness 伊精神，啪就是天顶。第二项过出去，过咱的爸母，我哋want是出去，我哋want是咱的爸母，但嘛 respecting everyone， 但嘛第四项本是。dalam sila kut wat ching lo lai siam ya lan ni sin sai lan ni pebo sila tia yau kim chính là chơi lang bộ bình tĩnh ô wat ko hui xiao wat pa si hui xiao cao liao tapi Buddha con tại bộ chính hoàn về liao u chỉ cao keng Buddha con à lúc tại bộ cha khi cả lão cha khi cả am xiao lang cả lão lúc dùng cái tiền thao一个镜头养咧马，一个镜头养咧家，养到你死，如果无得咧大无情，大无情是真正坎坷还个了。有人唔知，有时大无老了是就风山的时，有时多晒多热会起风，死鬼啊！乱八路只换衫，如果放过一道了，了是那一个老毛者，这个断电嗰个乱电这放晒时，我有一个朋友放晒了，伊囡仔了就唔知半行。啥 second childish 呢？用手勒个西，切个棒打，切个面虫起来，人拍啊，就拍，但是个囝拍，就拍落去了。这个物件是真正无好。你 minister to them， 你无想这下的事，你大家去一枚起来跪倒，万一放尿，万一放屎，万一不倒腰，直接死五倒，困正困。个路细汉甲大汉有妹妹，大只报道的时候踢来踢去，伊也一刀无起风，放西放上透牛链，伊也一刀无起风，这样子一破病，了你敢来骂来拍，这个就是讲啊，无钱，and 这款无钱惊爱落地狱。I minister to what he wants， 呼噜家，伊人少年的时，你爱有。爱笑伊人做爱笑爸母，笑虾米事？今日你趁读册，今日你趁青衫、趁食大堆，对倒落来，你马主你家趁累，伊人老人的功劳，所以你爱笑伊人。其他路伊做爸母无讲啊，我囝吵，我囝无好，其他路，人若是讲我囝吵，我囝伊人无欢喜。来讲我囝好，伊人就欢喜，所以人真正顾咱的名声，所以咱就要顾伊人。老了的时，就要有钱，就要笑到有钱，有钱到个安怎样？哦，今日伊老了，他那我要搭你钱。古时是多晒多少，他那我要多晒多少，还都对这个钱。这个啦，就是讲佛家是。这款的人若是出去做人呢，不得讲是去天顶做六项回向，咱做好，咱就爱回向。不过我这边烦恼回向阿咪，人讲心灵，两种众生，两种禽兽。然后你人今日要受八戒，啊未对的时达过，今日我受这个八戒功德，本我人讲心灵，大啲我厝，大啲道路四面噶了我搬落路，众生。我隔壁厝边，我这两种白话无白话，这个功德我分好了，大量才好。第三项即禽兽，有当时咱入藏的经，做事有一只蛇，咱若是讲不管是哪有回向。就款讲，超度看去打着伊超度回向，特别本有这物件来找来加，伊完修的事，伊来要报仇。这 transfer merit 是真正好的物件。transfer merit 啥？咱有时做好啦，逐个我啲两件事，一打我打站起去，三不当半呀，三不当，特别地话，卡达布达，这个搞了，这anumodanto， 特别三不的实际啊，但是我做好这个功德，我本好路人。人讲心灵、众生、禽兽，这个咱 practice， 咱研究慈悲，咱唔通讲爱咱好，了别人无怕插。你若是有要做安尼物件，你其他路有当时咱无意运无好，去拄着这事无好物件，还是老啊钱啊什么，有当时就是咱个边啊，就是这人讲心灵有智，哦，这个人逐个做好回向好啊，伊人道人。该减
人讲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无事。第7项 sharing of merit， 咱看人做好，就是咱家己出来看，你去倒落，我去 BBA 受戒，恭喜攞真正好，真正好。若是讲是啊，你第时买一间家，我买了10买好哇，真好真正济人怨道心，你做好，人怨道。今日讲经，有人来听，人怨道所以叫怨道物件，你看，这世间真正来了，社会真正垃圾，讲起来不是社会。苦海三沙啦，因为天顶红光本是有主事，本有弯道。会记得前个来讲一个故事，这个仙女出世对对对嫁界的是，四个红光小抢袂，大咧讲我的，在讲我的，拢总牙路在甲牙路其实无好话，尾来就去找天公。因为天顶本是有这物件。世间正来咯，大家人爱看咱路，莫看咱起。若是讲今日人，我若是讲经，无人来睬，无人来听啦。这无大的物件，无人听，无人怨道，无事。所以今日真正可笑。在我看是平等人爱做好，无面逼吹无路。今日我要来讲，特别人来查。所以这个 sharing of merit 是上下面的，咱挂一怨道心。看人起色，恭喜你真正哇！你照顾做了真正好看，真正大赚利。特别世间人，你看到人赚利，怨道心会起。是讲你人拜佛，你人的怨道心较少。若是无，真正搞了。去知completely 无是3个罗汉才无，1个罗汉加减个有。2个罗汉有是有，特别伊大只拉面，伊无欢喜只拉面，伊无拉面，伊无讲出。3个罗汉拉面本无口业，骹手本无了，无出了。所以咱 practice 第7项，咱恭喜人去做好啥啦？你人了今日受八戒，我今日讲沙土大的沙土，这个就是讲我伫研究这第7项 sharing of merits。你人有功德，我讲沙土搞，我的心欢喜。所以你人的功德，我本有欢喜，我本有贪减。像你人伫点这个龟，我行我去，哇！你人搞个龟啊，龟，我本贪少着淡薄龟。所以这个就是讲 sharing of merit。头是 transfer merit， 他那 share merit。第8项听经是真正大的要紧。你还没说？佛讲跳出苦海3条路呢，头1条路，你下这大愿，把这我要死了，我要把这要出世，直出世，我未来要结果起来，我要成三阿三不达。这个就是讲未来一跳出苦海，一成三阿三不达，真正真格要传经教人，所以成三阿三不达，一跳出苦海了。个第2项有的人一直没研究。伊过这个咩界定为过家己 practice 了，伊谈伊来出事的点啥，决定无伊家己几百千时以后直研究了，今日伊来出事做人，伊家己100节仙，未来伊谈到讲伊成必节佛甲三阿三不达无相。必节佛伊是佛来，特别伊袂晓讲经，伊逐个来出事的点啥？世间无佛经通听的点啥？所以有的人搞保施爱出事就咧点啥？若是讲无福气，迄个点啥？就佛伫黑暗，伊人来出事。安尼款的人有机会通拄着必节佛，伊人个保施就安尼讲这个有都变起来了。所以三阿三不达佛一个，八戒加不达佛一个。第3个是爱做罗汉，做罗汉就是啥讲，在家人出家人，他那一暝听经直对，听经直对。所以这个款的这条路要跳出苦海，会使讲1 million 是100万99万。会使讲马路1年5年成三阿三不达佛，拢总个了是来出世，要来跳出苦海成罗汉的。
生罗汉的是真正济，会使讲像啊一丁巴的沙，一粒沙要成佛，那规丁巴的沙是要成罗汉，所以成罗汉的是真正济。人人要谈这成罗汉，爱听经，无听经未成功。听这路人想爱，我未来要跳出高海，我要得到立团，就要听经，无听经未。听经了先经开，地位开了 practice 了，无再会谈。嗰一项的好，虾米事啊？你听经的是点啥？今日我若是讲经一点钟是无人渐有的人目睭渐上伫我面。有的人目睭上耳啊直直听，有的人较耳啊直直听，这个是叫做 concentration 有集中，心若是有集中，贪嗔痴未入，贪嗔痴无入是无会记啊。顶2-3礼拜就讲无贪无嗔无痴，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人就是讲心清气。这个人若是要对开的点声，伊心忽一个时间无贪无嗔无痴，伊100%伊出世，唔是苦的所在。上帝操是人，较济是天顶。若是讲咱这要对开的点声，有一点的贪几粒呢？我这条假西放下险平，死啊啦！我无摕，他顶唔在人头顶，噗！我对开，我未出世做人了。所以今日咱要听好好话，一点有贪呢？有这要对开的点声，若是有一点的贪了，未做人；一点的圣地未做人。一点的妄想未做人，今日咱即时来出世做人，对伫大陆，前期咱要对开的点声，咱就无贪无嗔无痴，安尼要 understand 明白。你叫我，你讲我教故事，短一个回想，伊会小妹做一条假西，伊即要对开，即边去喘的点声，去对开去想，噗，伊出世，哎呀，我假西无看清，拍算了，噗，出世做骨肚摇伫咧假西，所以要听经。听讲啊，这个是讲无点声，但有点声人来听看，要对开的点声，按照个咱的心和清气，100%唔通落，这失败的所在，这落去了，无救了。这今日若是讲，我若是做唔到落地的，我后面的这个草的因果，拢总唔好会长出来了。人讲风交风，这个若是讲鬼交鬼了。在落去做鬼呢，拢种故事做鬼的物件，拢种来了，就来。佛教的点声不但讲失败了的事，真正惨了。所以听经，听要紧，听了到了点声，唔通讲狗诶，这个互我退掉了，对。你看狗时啊，真变开了，想到狗惨了。那想到机会，想我有一讲我一个朋友，伊要死的点声，知影怎做？伊家某都拢开了去读算看几条橄榄，好吧？这边算该讲几条万了几来去了，这个人真啊可惜，安尼款必想未通出世做人。第9项 ，preaching of the Dharma， 讲经互人听。有人会晓听的，听了对去最好就对，咱的老妈老爹，好了听淡薄。你虾米是听经了，伊人目睭才知，虾米是叫做生死，虾米是叫做苦，无常苦无我，拢总要知要看破。世间的物件是骗人。60年、70年、80年过了后了，几百千年伫后面唔知，伫目前唔知，所以听经互人听了伊人目睭明白了，加减做淡薄真正好。有的人到老了，才要想要来做好，这个就是讲少年的时莫听经了目睭才听老了，听讲我知。有到老了，doctor讲你血坎悬了，哎呀，我血坎悬了，是我听讲血坎未好，唔知了，看咩就做淡薄好。但是伊丢一个来说血坎悬，你咪是有机派血坎就是起了，所以说有机派一粒丢2粒丢，但人一2礼拜、3礼拜伊就死了。所以这个物件，马路这边来想要做好，惊上慢了。所以我知。有的人去看，
ใส่กันเสื้อแล้วเอา講ก็ลอง去報死啊，我去做啊。到了點聲，未死的時愛聽經，就要死了的時砍掉，我唔愛聽，你漸漸念講話，即對進步來，即講來，下面來攏總個了好兄弟死了的，漸漸講開門唔通砍門，即個唔愛聽。係咪屬於咪聽這個經？伊個人客攏總是無好的物件，伊人咪聽經，伊叫你砍的角，了伊這個人們講都砍的角，你若咪砍我跳我3塊路人看，所以這個就是講啊，甲今年咪甲出現了，伊無趁其快樂的所在，所以唔通錢時間做直做，這是第9項，咱第10項 rectification of fault。未聽經嘅時，咱真正這項唔對。他那聽經了，咱要改啥物？照佛經嘅再來，這個叫做寫經要改啥物？頭先愛相信，報時是有影嘅。你看得真正這條經嘅了，攏總未來出世快樂，出世啥物，攏總對治到落來。頭一項報時真正要緊。有的人愛講，這個報時是拗打無影的，了人要報時伊去砸，這個物件真正可惜，安尼款的人要做好伊去砸，這個逐個來出事，這是叫做摩哈是無明火，這無明火出事啥物啊？愛做禽獸，這禽獸就起了，就惡行苦起了，做坎坷來出事做人了。做報時愛相信，一個人無相信報時，伊無相信因果。你看到4月15第2家是看到安怎地熱雜，安怎天頂冷，伊看到今日的出事天頂攏總甲了是對報時呢。你看地熱雜，攏總是講這個寫經的話，攏總無影無跡，欠兵啊，雜真正多。第2項愛相信，這個報時大量無大量。你看有人報時啊，半春半秋，以前咱愛報時是要啥物事要報時，要加死咱的心的貪，掛掉這貪的心。所以有影講啊，今日我要開30塊報時，開去。唔通講，這個會省淡薄。他等去買菜的時，這菜刀就多，一斤就多，一斤啊，他那菜刀一斤就多，我唔知啊。一斤菜刀講500，伊啊等我一斤，他等可以500錢，加6個5條。這個5條是啥頭題？所以愛相信報時，愛清氣，愛掛這個貪。第2項愛大量，今日我報時的時，我要大量，伊要食青頭可以食，袂要緊，伊會輸，我要清氣。咱台南這個 liberality 就大量，要知我正學，愛清氣無清氣，我要看。你看有個人袂要緊，報時袂要緊，住來不好，叫人家去食來不好，特別是有個叫人家安怎樣？你報時來講阿媽，我無玩要輸啥？提1塊銀可以報時啊！我聽蘇灣佬講報時可以5塊伊就去阿咪去食大，但是去食白粉。那麼再過來阿媽，出來還沒對，玩要輸啥？那2ringgit lagi，這款啊，就是講啊，正學唔對，無所伊個地唔是肥個地。福建嘅再來有一條果樹叫做安古拉樹達，這安古拉樹達就是。第7年是大道太子成佛了後，第7年伊去天頂，第2天去講經，意思是要講經可以嘛？特別佛就教了，這昂公直來，一個昂公也印度加，這個昂公印度加啊，伊來呢，伊坐啲佛的，我佛的所在，佛坐啲這邊，這人這昂公直來，較大聲的昂公趁坐頭前，較細聲的。坐後尾，有一個昂公名做昂古拉坐甲真正肥，唔到看到這個昂古拉，伊叫昂古拉來這邊，啥物事？佛講昂古拉你知無？你做好真正坐，這昂古拉講，
My Lord， 我知我做真正济，我做的功德啊，会使讲啊，这边天顶我无人做上个我呢。伊虾米来？伊是一个王囝来，3、4里起一间厝，地水糜，互人食无累。3、4里，3、4里，3、4里，几十里伊伫起一个厝，互人食。and then 佛教的点声火烧真正长，几百年，逐日伊伫开。3摆伊请的古里啊，水千人，破茶的几千人，煮食的几千人，伫煮互人食。今日伊出世做翁公，较细过因达家。这个因达家啊，伊功德，不得讲，你讲互这翁公听，你功德阿咩？My Lord， 我的功德啊，是指安努鲁达是咱的佛的积德兄弟，伊出家做和尚了后，伊成事过罗汉。这因达家是一个在家人，保持伊养几个新老的肥，甲是淡薄牛奶汤啊。今日伊出世，伊会心动力，伊会虾米？刚刚种赢一个红姑啦，伊来坐头前，红姑啦就坐后尾。做佛到底讲这条经，咱要保持爱敬福，爱敬贵地，就这第2条。第3条咱要相信写见，爱相信有当时 gifts。送物件送来送去，唔通讲无功德。有当时咱看到一个老阿姆然后较无事，咱买淡薄金蕉啊，学顶送伊，这个是保险啊。像你看，有当时啊，白朋友啊是无朋友，不能再讲一个阿姆逐个月来收街，这个安怎无来收？我听讲伊破病，今咱来去看伊，去看伊买空手，买淡薄物件互伊，这个是保险，这个物件唔通讲到在家人啊是出叫。安尼也是讲受戒的人，这个安尼是叫做 give small 几粒的物件，特别有吉善心有小功德，都唔通看这小小的物件。第4项爱相信讲下手所做、嘴所讲的，唔通有一个恶毒心，唔通有大贪大恶毒。Good deeds have bad report，爱再讲一个恶毒的物件，我走袂去。这个功德若是说，今日我若是敢做恶毒的物件，我安怎会晓飞，会晓灭地，会晓淹落水，本袂救着我。爱明白第5甲第6，爱明白马德比杜巴特人，爱相信对父母要顾，对这个不让烦恼过烦恼，爱顾对父母。父母是咱这头一个先生，父母是头一个翁公带伫厝内。你若是伫拜翁公，特别你入来伫拜翁公，特别对父母你伫花伫养伫命，家己厝内翁公你无顾，你当然伫外面的翁公伫顾。所以爱顾父母是正，你嫌平，你对咧父母讲话有礼貌，要无去生地。会晓笑，会晓有钱，这个物件你唔使打到暗，你本去出事天顶。前下久我有讲一条故事，咱的木兰尊者，伊一日去天顶了后，伊看到一个翁公，厝真正水，真正金当当。伊我去问这翁公，到底你安怎做虾米好？今日你出事，安尼厝另外安尼大间。这翁公讲，哎呀，莫讲啦。你虾米莫讲，见笑虾米？我无做虾米好啦，无做虾米好，你安怎来天顶来大这边？我实在通做人的点声，我真介会是老的老阿嬷甲老阿爸，我日名是过去人老人，我做10工的人真正凄惨。有虾米好，我也互我老妈甲老爹食了有剩我才食，安尼尔行后父母尔去。所以不要烦恼 ，anything 你要做好，对礼貌甲嘴，下手做，心想，这3项你要顾，对父母都是好。这3项你不要想，你不要乱做乱讲，这个父母本是害你落地狱，所以父母是真正要紧。人若是你去坎坷的点声，无头路通食，追大浪路，父母吵不落入来。对来厝，父母食虾米，你本通食虾米。伊也无讲啊，你无头路，你唔通住我厝，赶你走。无一个父母安尼样，无倒来，无头路倒来，慢慢才来找。
大啲出来，所以父母是真少，有些人保路正，把你外面的人安做好，本袂像个父母呢好。第七项，啊啲杀到有法法啲教，咱要明白相信，真正借有一个啥众生，伊人这边死扑一扑起来，这个叫做 spontaneous birth， 真正借人无相信，无影的讲无鬼，甲无鬼，无看到，有红光，有影红光无看到，特别忽略点声，因为世间天气红光落来真正济，咱这个叫做 spontaneous birth 的人出事啊，伊无讲像咱做人啊。到啲投胎啲报道，要把伊出事来，生一直大，一直大。伊人 spontaneous birth， 今日路人来要做好，出事红光，即下呀归心啦，伊无讲红光囝，红光囝咧就做红光嘅少年家，甲红光嘅老人，无红光安怎老不喏？伊原在少年，伊人有无要搞嘅火事要了嘅时，伊人嘅上久无上，伊上久爱流汗，要伊穿嘅红光衫较垃衫。伊花爱蜡烛，那样灾会就搞了。了那是不要做好做，淡淡贪，就是做个鬼扑扑起来。就是啲地基，唔是讲地基有人红某教人要生囝，无这边正要对开下面地基扑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叫做 spontaneous birth， 即automatic 扑起来，主动扑起来。这个咱爱相信是有影的，就这项。阿德阿扬罗嘎，咱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影的。阿德阿扬罗嘎甲地高，阿德巴拉罗嘎，咱要相信讲这个世间做人是一元，顶面26元，一底4元，一底4元，特别这个4元，摕一个咱摕地基就好，地基打几个地基，摕一个小地基就好，小地基的人的众生。拼到这26元的红光合起来，嗰个小地基嘅众生较济过一个26元的红光，所以人听看做恶的人是真正济。安尼阿德巴拉罗嘎，咱要明白佛讲啊，唔是这个世界呢，几百千米年的世界，达个世界。有一个31元的天顶，今日科学有证明，讲这 galaxies， 甲了拢总有众生，而这个众生，伊人看下有啥有 proof， 有证明讲有影有一个伊人讲 intelligent， 有一个地位的众生，不到早就看到，拢总这个只车只 galaxies， 甲了拢总是几百千米年，几百千米年，这个是叫做扎加瓦拉，这扎加瓦拉，达个扎加瓦拉是31元的红光。伊无讲人，伊讲众生地基，伊人有地基，伊人有禽兽，伊人有魔鬼。咱要明白，咱第10项，咱要明白，这世间久出世一个人，10分的完全，10个菠萝蜜真正牛，真正重，真正完全。而这个界出世的点声，世界出这个各样的物件，真正济项。这个就是讲啊，三木达来世间出世，要来生一个菩萨，要来出世，回到。要来成佛，伊无像啊别个人教讲 ，God Creator， 伊住伫天顶，即一关的天顶，无得讲，达人要成佛，住伫天顶未成功，拢总就要来出世做人，担着苦，担着甜，咱会脱离这个担个这苦个甜，来找这个线路，要来找着这线路，就是教众生，教这众生就是啥物啊？老红光，禽兽不如贪得着。你看这，咱这，你看这小鹰，一只枪甲一只狗，本会晓去保持，这个就是讲啊，世间久出世有佛来，伊无像甲别个教讲 ，God is the only creator， 个一个伊做这个世界，无得看到这个世界，你人若是有影，系心肝讲，把子我要出世。要做要成功，像啊三不达，像咱是达道太子，我唔要做成佛，这个是下这菩萨愿。你人来有影有安尼款的心，我真正大洒脱个路人，这个物件是真正好。但是达人会下安尼款的愿，爱来救众生，是真正大的福气。特别我惊，我本身家己惊，因为还没做这个世间三沙啦。生死是真正大的苦，所以较济会使讲啊，100million人把你拄到一个加下这个菩萨愿，较济甲来讲，较快成功，较快好。所以再说我达过啲烦恼讲，看咩古力
做了跳出一个苦海，所以这个10项会记，那么讲，他那是未我讲头一项保湿。第二項受戒，第二項受戒，第3項愛謝善，第4項愛尊敬，即記得嘅人，像佛或正，還是父母，還是先生。แล้ว第5項愛過嘅人，過即記得嘅人。第6項愛回向，第7項愛啥講人做好。愛灑土嘅人歡喜發歡喜心，這個是徹對，這個彎道心。第8項愛聽經，無聽經未跳出苦海。第9項愛傳經，然後有的人未曉傳經，跌起來，互咱嘅父母聽。第10項愛相信這世間，逐個不管是出世。久久有一個佛，落來我要講，今日我講加淡薄過了嘛。落來要緊愛謝善，個這個謝善嘅人會切去甲這個貪嗔癡，這貪嗔癡啦，去做咱生了個死，死了個來，死了個出世個老。病聽，但老病死，安尼直直來未 stop 就對啦。所以要緊愛觀善，觀這個咩vipassana善，這vipassana善，佛講嘅咩ekayano mago，sattanang visuddhiya，個這條路呀，會跳出苦海。你若是這samatha善，去了清淨。出世是 Brahma World，Brahma World 是台灣天，台灣天本是有苦，所以這vipassana善，我今日你點聲教了。4點人至要加經，所以他那3點半較早了，所以我到這邊為止。若是講要聽這個謝善的經，不管你到時我逐個有教，有人會請個人會使來，特別若是攏總來，你到時阮多啊，你到時唔是講就使到講叫個人大家人念淡薄經，一杯一個食。今日我要講嘅題目，by the way 我要講福建話是講阿毛話，最愛講福建話也出起來，最愛講 Let who wants me to talk in English hands up 無甲你講福建話未講一條經我讀5條詩 from 這個 Dhammapada， 這 Dhammapada 是一本冊，咱的Buddha本身的話，伊講的話，所以Buddha 的話是真正 valuable， 應該咱就要真啊注意。Pandanang Jappalang Jidang Durakang Duniwarayang Ujung Karoti Medavi Ujung Karuwati Janang Warijo Watale Kito Oka Muka Taubato Paripandati Dang Citang Maha Maratiyung Pahat That's so see. Buddha 講咱嘅心對下點，聽來個跳去 flickering mind。can never keep still， 漸跳來跳去。但係你人假人，你人想個一個茶檔，我嘅茶直直做個本來自己茶下下字啊，直想個下字，那個 feature， good stick 做個地方，我人家就來這邊謝善嘅案，我人嘅目的是要將個 mind， 但是個 mind， 唔通講想個一個 monkey 咁跳來個跳去，and one 跳mind。做甲伊買直直，甲伊心直了，瓦里就瓦達勒基多，咱個心像甲一隻魚，若是迄個魚，若是主人咧魚啊起來咧，下面我看咧魚安怎做，上來甲跳去，跳來甲跳去，所以今日啲人來就想去這邊，你看頭一項，我買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What is this man 咁跳來跳去？你看到瓦里就瓦達勒基多，屋muka taubato， 像個湖咁樣跳來個跳去，就這條5條詩，我落來我講一個，頭一項我要 explain 這個今日的經是叫做Cita Vimutti，愛假使咱的心，甲咱的心真正乖，咱的心安怎？咱的心無 freedom， 無獨立，無自由，你聽漸漸要看。
萬一股一上個我出來，馬就我就俾佢揾 electric bill， 馬就我驚，你大路不去嘅，我就俾pretend佢哋，你來自這種正常嘅話，上來上去，所以今日嘅假時間我唔係plan，上班我做嘅唔係講 nothing， just work， 看這個普及嘅塔咧，旁邊，你看啲旁邊嚟是聲來啦，篤啊，喊你來啊，篤，喊你篤手膠彈啊，咁即係講篤手膠，就你看，你什麼去上個篤手膠？特別就是你先別假時，一出走來走去，所以啲這邊大家人嚟訓練你談出嚟叫做這段remedy是假時個人嘅心上邊更加乖，而且呢這段remedy有四號款嘅，就係是特登嘅remedy是你人自善，你人來這邊嘅技術發生啊善，即係你合作看，你人係來做intensive，做得進來你大約短期嘅事，你無話通講話，你夾掂嘅啦，而家冇辦法你識講阿爸咁。用嘴咁堅，唔係講話。你這個你自己來，就讓你自己來，你還沒學你 practice 了，你唔係掂了。你活動，要是講我看，特別我看下，就個 video 啊，還是講電啊，你走啦，所以你 program 你把個電腦上。之前你去買看，然後你看你冇聽講，故事阿爸愛看這個，你睇下買看。現在就是叫 temporary freedom， 一冇想愛對這個逆境的相信 ，all this sense pleasure 一幫佢夾，但這個是暫時啦。Because do it in MBMC， 要買較貴了。但係貴是貴，它都萬來個萬一個活動嘅對來。So after 2-3 weeks 你看，冇講那個 2-3 weeks after 1 week 你看。第一時間我人哋叫我看，不想了，所以這是講特登嘅 temporary freedom 嚟好咯。嗰陣咧是你看到了 remedy 是因為人最想佢談到家呢入定咧。伊人這個錄音的相信伊幫住一股迄個，你看有的人啊，伊是正視伊大個 drama 人，伊人是正視伊人較早做儀式啊時，伊人正常咧談着人啊，死了伊人去出事嘅 drama 人就在這一個 drama 人啊，就是講這個咱哋這個投資人嘅叫做初單定，人啊。你聽定啊，這個情節這個大腳你大啲樣定，這個大腳你過假啲樣定，香港無查某人真是查甫，你想我入開人真無，你看有人來出事從幹嘛樣過來，你未教人未成人家，你伊響大啲樣定，所以這個叫做每個嘅花呢，西莫拉三人，但這個不是暫時呀，那是講是人就是人。人不來一定會活動出來，像咱古時咱的菩薩不就知道呢？你從幹嘛我出事做太祖，出事做太祖，我下次物件，那個搞真相要八公你就教人，你若無教人，你無講那個紅，這東西，所以我仲幾教人去賣，但係無來我就一個查到聲，聽一個。去一間厝啲邊啊，我哋太祖嘅厝邊啊，特咩唱劇音樂，開頭伊咪聽，冇喺我是做嘅，冇來我都得，我冇來開堂啊聽話，聽了冇來，你看我，這個聲到來，這看到啦，聽到啦 ，and then 冇來300以後，我放這個聲就了 ，and then 就變到這間厝。唔同我人脫這個 sense object away from him， 就要看這個 sense object，這個就是叫做 become banal unity。
伊停真了久，无当作一毛事。结果一年是什么接到的目的？什么接到的目的？有人借钱，借甲摊牌一谈了1个、2个、3个，了你叫啥伊物件，你查到中间在水，互伊本来伊卖就是卖了也药费点了，你退换伊本卖去生地了，这个就是讲，伊个目的就是想要心情去伊谈着了。个最好是八啲八三啲嘅目的，八啲八三啲嘅目的，有人谈着4个落限了，伊个借钱，去再唔使借钱了，到了，特别人借钱，借钱要做安尼，人借了伊当去点了伊 enjoy， 伊4个话 enjoy 是讲伊欢喜感觉爱出来，伊是伊 experience the bliss of Nibbana， 伊借钱了，伊担着立团会落严嘅情景。So this one 是講 tranquility from enjoying the fruit of attainment。這4號款，這4號款就是叫做絕對嘅目的，這4項。他們那個好多人咁多 advice， 你人這邊啊，抗咗點樣安尼做？你人今日來至這邊。你人真正大嘅財氣，安尼好啲時講嘅人真正大嘅財氣，所以唔好話。我一個老人，我去個大陸所在我看，可能人家說是今日之前的NDMC 本來啲對嘅路是正好嘅假事嘅路，有人若是講來啲這邊，無去拓展個人啲路口叫你唔使來唔使下面，你心決定啲來啲這邊，你是搞嘅人，第二項。你是一個人，一個眾生，啲拍算啲要跳出苦海嘅人。這個是最搞啦，不但講，今日出事啲殺生啊，點聲，今日你看 NDMC， 伊無死啥價。我真正家庭真正多人教，我人教無喊你着咯，但係我袂使講，怎唔着咯？我頭漸，伊人聽着，但係觀念有，這個唔是你發生啊先，是想我人講啊，哎呀，這想啊，大佬想你想 Every meditation yang lead to Nibbana. Nasi keumnya nasi every meditation leads to Nibbana. Tak kena sian nasi jip talit tuan. That means food wa itu ya. And what tak bukan silang kawa tapi sila hukai saya tak kau. Buddha wa control. Kita wonderful. Buddha says never go wrong. And Buddha kau. Ekawano mago satanang wisudia. Uli hanya nehadana. Ayo kurang kau cilo anya pun all wrong. Even the jip jana jip tuan kesampaian cilo besok bersikap cengeng. Ada tak jana pun kan. Tuan yang asyik bongkatu bongsiang kau bongah. Maka si guancai si putu jana tu siapa? Abu seorang. Ada seorang itu jangan bukan ia jangan kuat itu sangat dalam ilah tujuh tapi tanda itu hanya ia jangan kuat itu ini dan ini tak boleh titik cinta bercakap kohan so jangan kita tulis lekang budaya go advice go thinko orang langsung kan meditators and 這個行你能聽好帶起來漸笑這個行你係要聽人你係要注意這個行and 這個經不但是講好這個回向叫做Nagya就因為Nagya the five dharmas conducive to Chitta Vimukti. Ula sila graham, sila yang, sa kathausihan. Nagya, in this sasana, a man has a good friend, a good companion towards whom he tends. Nagya, no uya ipi ay chow chow kohai, ito choy sila, ito so siya pangyo. Very good friend and Pali wasi Kalyanamita. Look at the choice Kalyanamita and there is something in one
不管是你就要教伊，所以这种人咱来讲啊，我们这些精神人暗的committee，不管是请或者啥的，拢总是为了因的真实伊人家approve，那是说你唔使惊，嗰个若是讲快动你去查上课老公，唔使去听，其他唔使讲安尼安这安尼你个在这个是正了，所以你来对，所以个人我谈，他们是有人靠家谈，有人靠慢谈，就对你人这个部落的我无教育，了无教育，就慢慢训练就去做，所以这种人要学八项，都是这个认定，那是讲你看这个朋友而这个先生，你那是有了这个八项，伊是好的先生，这个先生。你肯定接受伊做嘅事情，但这边我哋讲 ，the first thing you must have the quality of adab， 要先活活精神一大，真正强。你看咱嘅細個兩種來一個，嗰個是出家人，唔是講在家人。出家人嗰是兩種 approve 全世界嘅相信一個馬氏細個嘅所在。所以今日啲人講真是馬氏細個向邊安達來，上個講你全科你觀向邊啲安達來二手三手、二手三手、四手，但係本事咁啊，向邊學等出來，向邊學等啲科學 BSDA。是個全科的官，伊人去安達來，所以基本人嘅在，伊人嗰啲是實的。嗰種講真是馬氏三個向邊安達來，上個講你全科的官向邊去安達來，二手三手、二手三手、四手，但係本事咁啊，向邊學等出來，向邊學等啲科學 BSDA 是個全科的官，伊人去安達來，所以基本人嘅在，伊人嗰啲是實的。嗰天假使要先立真正上。你有人出家是心力無強，咱不會知要亂做。即係頭上貴啲，頭上嘅人品要善福或精神啊強。第二項要教你真一清楚。第三項要憐憫，你係咪無愛你無要答應你？所以伊在啊要拍真一切。第四項假噶。generosity 大量，這個好似大量不是那個人嘅大量，我係大量嘅，自己唔想接來好，但是你大量，咁你互相嘅大量係咩啊？無論真相我來一接受你，你問題伊 accept 你，伊冇講，I don't ask all these silly questions，any question you ask，所以只大量去接你，對佢係一次一個來，你看啊，一個人啊，食飽了困，食飽了困，嗰時。那所以他哋食飽了困，還是食飽了睡，當天看電視、看video、看 advice 咁嘅，我乜搞出來你講，哎呀，這回事就啲當天有很多 video，所以在這裡那個必須video let more good let more and third hand you always in mindfulness， 你看一家，你無講這種看來看去，我人我自己看，第七項，你不管是愛情想掂咧，你有什麼的，and then you地位你是要想講因為嗰啲然後要看到這個你發生啊人啊這個stage 跟這個 stage 要切的講我聽住入面所以這個那是我們什麼北行薩達Sila Sutta Sakti Samadhi Jaga Vinaya and Tanya 這個北行我特個人有啲上次行我都未記我老人未記所以我特個按照做啊因為我做咗係咩啊guide 成個好一句所以係記得佢講 Very clean people has got this 5S Very is Vidya good luck clean means jaga 大量Sia people tanya what are the 5S Sada Sila Sutta Sakti Samadhi Very clean people has got this 5S Very simple to remember and then you like 看這個行你改講這個時間是對呀關掛伊 and then even a 個人這是頭一個大媽不得講你就要注意第二個大媽你人都 practice 這個唱出口海他是行的不過你什麼事啦你大個都真正人and 出家人就要個
ก่อนนี้อีกปัจจุบันกันอันที่เราหอยเสียวท่านนี้จะก้องสิหอยเสียวนะชุดแกหลังจากจะไปเจออุ่นนอหังอีกจะไปก่อถ้าที่หังเจออาจาระจะสิก้องอีกไก่อีกปัจจุบันกันสังวาระศีลาอีกก่อนไก่อุ่นตาพอจะอีเป็นเสียวไก่อีเป็นตาพอก็ทัวเจดีหังdalam celah acara juga so adiwa parisudi sila and sila tu siamnya ibu tanja mesti hui siamnya tiga tani wasang tu tanja jia cing tua ka kun cile sihang ilang cina kiam yang and ilang tu tan cile sihang ilang besi wan kiawe lo ilang besi做生意ilang besi 开嘴通而且呢就是叫right livelihood 看家国咯这个他对我个贴在淡薄所以出的很多银行他们是阿扎利亚就是讲要加时这个银行要改加要看家咯的前提这银行是国家就是 research 就是他们是咱这边啊伊若是讲有欠用物件，伊对咱等于找这个物件，而这个就是啊，专家呢会帮助这个回销，咱等原因就是讲啊，我若是欠用无通钱，我要安怎找我这个家世，我无通食，我要安怎找这个阿嬷话是叫 resort，he goes to for help， 而这个他等于他只撇。อันนี้จะได้จอดนะฮะที่ช่วยกันนี่นะอีกคนละได้สามอีกเป็นใหม่เดี๋ยวใส่กันอันที่ว่ากาเสพหัวแล้วจะโบอันนี้จะสื่อสารกันอ่ะที่แล้วทำยังไงอันที่ว่ากาเสพหัวแล้วว่าจริงๆกูโบกาเสแล้วโบทางขวาไม่ค่อยช่วยแล้วอันนั้นว่าอันที่จุดที่น่าจะอุ้มดูว่ากินน่าจะบริยาตาช่วยกินอันนั้นจะช่วยจิตกาเสฮะลูกที่เราสังกัดลูกที่โต所以ที่เรา是国家啦唔对啦看家จับมืออันที่เรากุหลาบที่เราหัวใจอะไรจะโดที่เราเป็นเจ้าพ่ออันนี้เรา说ที่เรา就是讲เป็น老家了哦不然搞出กุหลาบหัวใจ吧หัวใจ了ที่เรา就是老了没晒 so he sees offense in the slightest wrong อันนี้就是讲is a good job 然后 and 他们如果是在给人我这边的讲给人听 actually 福建的在来有讲出来真正如果是出的如果是在给人特别如果是目的是要跳出苦海的人如果人 ever call yourself a good Buddhist 就是坏 Buddhist and 就是坏 Buddhist tak kodek ujung nikah sila nikah pancah sila permanently gokai entahkan jadi wasil gokai macam mana aku kau sila mai permanently dosa andamnya nasinya lamnya selekai misalkan macam kau diam aku kau diam upaya kau diam nabi kau iban cai capkin这个就是叫密加班加西啦。Government 5%，嗰是將嘅人啊是講其他較輕，我知有嘅人情啊，就係講有做內次做下面，你對起because有大波人，佢有驚就要花錢，特別伊要輕較輕，伊就要收一個咩？阿弟話他媽加西啦。這阿弟話他媽加西啦，就是講啊，因為你要收一個背行，而這個背行做咩？頭一行要不實性，第二行不頭鐵，第三行伊無搶地人嘅無驚，甲伊無啉酒。其他人是真正面伊食酒了，查某人本家動骹動手了，伊食酒醉伊唔知。所以你看這個第二屆甲這個第三屆，伊合起做一個，這叫做三行了。第四行伊無講閒話，伊無使抓用處，第五行，第六行。伊無想講提升對人類呢，而伊無騙話，所以上古個三行，上古個行動無發生無頭體無聲音嘅靈酒，他一個四行無騙話，無使抓用處無講閒話，and then 提升對人類呢，這樣就是講當你都出行呀，嗰時行一個笑一個喝，特
古特特日我睇你聽見你。即聽見你就是講伊未使去撈，未使去賣白粉，未使講去做即係花掉即個界即個機，花掉即個界機攞來趁食，即個就是講我來維護。所以我即個對就是叫伊那tham加事啦，即個就是講在個人伊無成個界，特別求錢啊錢咯。不管是即個外界，甲即個像即個大媽我講嘅，即趁食嘅界。伊人不管是按來是這個叫做八關齋，這八關齋是阿湯高有菩薩的事啦，這個就是佛有教，而你還沒說這個愛講，伊可能晒目的，他可能目的咱係要做修這個八關齋，伊這個有經有寫。It gives extra benefits for all the good that he has done. It says it's all here, and it whole 有參照這個八關齋。人呢是好是官兵嘅好，伊若是愛出事，伊安那是好的，所以呢是八關齋嘅人，伊有這個頭一項嘅這個嘅 benefit 利益。第二項，我哋講係 from unbeneficial pursuit。你走去搭人啊，出去街，出去上街呢，就早去開門花摩托車出去行路，去搭巴，講到是做咩？去探食下街去請人呢，這請人人總是就是亂做，這個若是講咱受了八關齋。咱呢啲受八關齋是講互咱聽，今日我受氣，今日我受氣。你看你人若是受八關齋啲暗，清楚啊！一個出家人做沙彌，有清楚無？差不多像，無見到有人嘅地下有幾日來累，伊無累呐。你人清楚是啥事項？所以這個啊，伊漸漸互你知講啊 ，unbeneficial pursuit 當迄個。互咱會記第三項嘅利益 ，reduce our physical and mental tension。今日你來看一個人，若是剛漸受這八關齋啊，伊上較受刑嘅人，逐個我在頂呢就是教我佛友講，今日你來受這八關齋頂呢就是我後日會記，這個就是講這條會記蝦米？今日你來做呢就是，也是你人來做這祭神嘅暗。青菜大，唔通講，你也要做大，四季我未使啊，我未安尼我未使。青菜大，青菜青，唔通青得青青紅紅，青白，還是青藍，還是你人青安尼樣。simple，青菜大，青菜青，青菜食，唔通發燒，安那個。3塊錢一隻呢，4幾啊呢，無路用，他無用，對啦，安尼我未食啦，未食49日無食，伊也未離開，伊也未講死，一日那日較苦，咱不得要是觀看，所以這個是 lesson tension let go，今日我來修行，這八關齋日，你人來修5禮拜，這裡你人去修行。所以他們其實我哋講啊，就 benefit 上我有個一條 benefit 係這個修戒，只一次特別我講幾萬項對對互人聽，頭先一個人若是漸漸有戒啊 ，he is always in sight of good consequence of keeping sila and the evil consequence of violating it。一個人就漸漸有戒，漸漸講，don't play the fool，我有戒。你安尼樣，伊漸漸注意講啊，有修戒嘅利益對待咯。我若是無修戒，我逐日會凄慘對待咯。伊漸漸會記，這頭一項。第二項人若是有戒，伊名聲另外較好，我來想看。若是講出社會，大家人講，this man don't play the fool啦，伊逐個講話，伊無思想講話誒。有看，若是講伊無來無頭緒，若是講伊請，若一個人來請到安尼款嘅人，哇！伊說來無，我呢個不啲啦，真開心啦！我見啊，你說我講好啦，收起啊！哎呀，三個是幾個人啊？幾個人去養個安尼嚟看，對。So his good reputation spreads far and wide.
and 这个不是真正的人跟看分在，这个人是真正清洁的人。那个大大我是真正清，因为我当时花下在的大，安干啊看见，我去记这个花下，让我去比了花，好啊，你去看这，他们看这，你看这这个花汤。我说王呀，你们好像这个那李安那是头车呢，你没有安公，把安公就笑，把冲地路啦，然后这样想讲，你看见那个任何我想讲呀，只要别人一般人话，你安怎咪去冲地路来冲地路，我去推销，你讲啊，我人做安公啊，也是做无教嘅人啊，我諗人嗰個味道臭味啊，所以今日你就see the all the good name that spread far right，咁呢個是叫翻個教人一起帶咧啊。要頭日跌跌，你家我人啊做咧還有上人妖人後天人哎呀，你都解燒你講，燒咧你都解聽死你，冇啦所以咁你看到人啊，呢個係起得咧，佢會你點啊得咧，頭起，但係那是人有解一起咧。假在 and then he's fearless of anybody touching that of him. 所以第七個要話，然後對啥？就是 dynamics， 但是佢所講嘅真相，佢晒啦搞，佢晒啦，我好就吐出來啊！而呢這個工作現在這樣講啊，我聽說我講的是小好好啊，呢個時間呢，啲做啥都是做到，哎呀，我啲做啥都真係超時尚能來啦，我啲做啥嘅是啲仔，如果控制之類，我老闆你這個事啦，就冇啦啦，你個 control 啊 ，they control 什麼呀？你關係先至吐出來，所以這個這不到講啊，這個人就是急於一路改呢，要佢呢，你多看點聲，一出將這個火都吐出來，惡嘅一買吐了，and then。當然就講啊，一百%garanti，如是出事上朝是人，確實是天定。你看，死啦是個定人地，死啦冇個三八的，死啦你不定人地，兩種你改人進步，人發達，這個發達你打講是 spiritual， 精神上的教會，物質上的教會冇落用。有人有肥有地有厝有某有囝，但係是行做乜事咧？人生活你先咁聲，冇是行做冇就講，my dear darling，我是那個手來了，一開始好啦，darling 我是好那個嘗試啊，我搞個朋友講 goodbye，一對啦，我是你要不在一起嘗試，我家人做安尼，但係那個唔是上個實際不大講 ，spiritual follows you from life。to life， and 這個就是世界嘅，所以這個真係做我唔能講嘅，要講嘅我講唔了，所以多數睇下我講啊，有這個行頭前嗰是界，一界咧根本是阿扎啦就是講我哋界無界跟兩對界個好好 ，and 這個對會上都用話嗰一個叫做國扎啦，唔識，這個就是我諗呀，有三款嘅唔識，有邊啲啥呀國扎啦，有邊saya berharap sih, ia pada bukan si cuma si saya asyik cuma pensau kagau, dan bukan si itu berbeza tentang agak, bukan sisa agak, bukan sisa I think it is that, must have a clear cut picture, and Allah saya dah. Anjawaan and he explained everything. Cuma tu sih kan, better research for help advice and instruction. Ia angkong lu tôi lu anh chị anh cho lu bị sai quan này lu tự quan này anh chính xác chị lắng chị bắt tôi này ở quan u lắng à bút sao có con quan u sự đang sinh ra sáng người đang sinh ra sáng tại vì anh bắt là bút sao có con quan chỉ để con hoặc quan chỉ để that is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 and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 tại vì usul là là MNC là lang cả này thằng khó là don't blame MNC blame yourself lang chỉ để cả so you must follow instruction so upani saya gotara number 2 you must be anak kai gotara kena cekkelang and even though lang sai kelang I go kena guarding the front door
ก่อที่มันหลักหมุนจะ平常ที่要从ที่เชื่อบางสิ่งเสียวจะ guarding the sense that and ชุดกำลัง especially อีที่บอกข้อเสียที่เกี่ยวที่เกี่ยวเราอีเกี่ยวที่เกี่ยวเราเรื่องชาวกำลังจะต้องขวางอีอุจจาระที่เราขวางจู่ๆเลยอีขวางจู่ๆก็ไม่ใช่เลยอันที่ก็อย่างนี้โดยใช่เขาที่ขวางหลักฐาน and actually in the that time is dangerous time and เมื่อหลังเป็นสิ่งเสียงและสิ่งก้อนชุดที่บาปเป็นไอ้เสียจีแต่ก็บาปสิ่งเจียจะได้สู้มาสู้จะมาสู้ทั้งขวางทั้งเราสู้ไปเยอะจะได้อาจจะหาเพื่อลองจ้องจะกลายสิจะอยากจะ sense of the sense restaurant จะได้ก่อจะอาการgocara ตัวข้าอุปนิบันดาgocara อันที่เราจะสิ่งก็ให้เราใส่ใจหลังที่ intensive จำเสียอัน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เราใส่ก็ intensive any moment เนี่ยสิ่งจะได้ anchor เราอันตัวเราก็ปังเสียเรียกว่าศูนย์นะที่เราคือบัวปังและเอ็นก็ถือไหลถือกีอันนั้นลูกควายลูกเราบัวเอ็นตัวนี้มาสักที่ก็ลูกควายลูกศูนย์ตัวที่ไพร่อีกแล้วลูกชี้ที่ลาวอีก so บุได้ก็นะ don't allow the mind to run up random anchor ปัง anchor อันที่เรา anchor เสียเนี่ยที่ลำชูไอ้กวนนั่นสั่งกวนนั่นกำตากวนนั่นสินกับกวนนั่นสินบอกยาว is called สติปัฏฐานไอ้ความเสียงanchor your mind in the สติปัฏฐานอันนี้นักสั่งกับนักสั่งสติปัฏฐาน那就是成就人、造人，哪个的，哪边的哪份逻辑，哪边的哪份逻辑，这就是讲，一般的班的acara, anchoring the mind on Satipatthana. No like to say, then again, media, as regards stock, which is suitable for releasing the meditative mind. Buddha Khwajo. I am able to return. So, God 注意这个是普通的讲话，头前看的讲话，这讲话高边呀，你们听啥？你看我这个心渐渐浮起来，你讲话个心垃圾爱浮起，你这个心的垃圾就三不堪情期待一个人种，就这样会浮起来。就你看讲话，咱就要讲下去，你们听啥？那么多promotion，就是讲你自己结论那是无是说讲话，你渐渐观看，观呀，观。人生无常，教法一个tham站，你係看咗人生一個逆境嘅物件，是真正無需要嘅物件。Nothing is tempting to you，即係就是講下個我喺生活上教甲唔知道，有時漸個講少多，唔知啊，我 meditation 一個我meditation 我認真我慢慢去食飯，不能講。嘿呀，食個這個飯，免食上好，你看，有時你還未教你參站嘅時，說好了，我看到不好食，太不好食，貪錢吃的日，這看來看，免食真好，這個就是叫做 mudita in let go in mind 啦，將入境嘅物件要放喺度，你再咁聲，你看人嘅美啊，就唔係你嘛。你干嘛讲你话？你无阿你注意，因为你找命啊，你做咩啊？生咗要安尼哦，即係三講，你哋就對即係就是講啊，人啊是漸漸講無你講話，漸漸過即係無常，到甲即係 stage 要講，要談就是 emotion，你 disgusted with sense object， and then 你就乜過從嗰啲 detachment， 你喺呢個地方去接觸佢 ，and then。這個幾行啊，未來一直親，但未來你看到個 mind 是，氣間攞是乜嘢？氣間攞是正是名色 ，mind and matter， 正咧氣間攞是乜嘢？名 the five khandhas，and then 你看，哎呀，這個我唔要了，哎呀，這個我唔要了，哎呀，這個我唔要，哎呀，這個我咩？你直接真嘅。安怎我辦？安怎我咩？唔是咩事㗎？你看到啥無我？安怎看？哎呀，這個無講固定，這樣了，一看無常，無固定，無常，無我，
and then you call unsatisfactoriness and 这类慢慢一直亲，一直是要这类 consciousness 要精神，当迄个这类名色，这类看到 ，and then 一谈着 cessation 点，无看到这类语，因为这类语叫做我运点去，and 这类点就是一谈了明白呐。但你只要做人无明白，有，看到了自己头壳，到了你头壳了，他就讲，我谈了，我唔知，你拢讲我唔知，听好好看，无谈的是，在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every fraction of a second， 更加在住一点， and then every moment 在个咧，一看到名色，and then 谈的时，你无看到名色，and then 过了时，不再去看啦。every minute 我个天，不再我看到一想啊，打我朝鲜，我想过中大我知，and suddenly 想个人会喊。